的歌声，唱出你的心声。用我的掌声，鼓励着你的歌声。因为咱厝的歌，连友嘛过来听。咱厝的歌，天星嘛过来看，愈唱愈好听。唱出咱心声，音乐来唱歌拼输赢，音乐来唱歌拼输赢。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各位乡亲，各位厝边头尾兄弟姊妹，大家暗暝好。各位现场朋友，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暗暝好。这搭就是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顶礼拜开始吼，有观众朋友讲，看这部哪会愈看愈无闲哈？啊，愈看愈无闲，怎啊说啊？哎，目睭爱看，啊手爱拍手机啊呢。哦，对，从咱这个开始吼，咱的这个唱歌拼输赢新增加一个环节，叫做冠军猜，就是说你可以猜一摆，倒一位会方加到咱的这个冠军，编写手机得胜922，加上你喜欢的这个选手编号，猜中这个冠军。对，发送啊到10628882，发送到10628882。我将会伫咧每一个月的这个决赛，将猜中的这个观众朋友内面来摇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而且有大奖咧等你。是，一个大奖都是来自咱的晋江青龙，嘿，是无是青龙吗？你对咱郑州还阁无够熟悉，叫做晋江江青青龙龙新万兴电器城。对，伊所提供的大奖就是咱的这个哎。惠而浦惠而浦全自动洗衫机，价值是2200块，所以赶紧把手机来发送到是922，加上你猜中的这个冠军的这个号码，发送到10628882。是，所以来，咱来介绍一下咱专业的评委老师，头一位就是来自台湾的金马之声太普基层广播电台丁晓东老师。再来是咱的评委王鼎南王老师 ，OK。欢迎王老师，来自咱的泉州音协明日主席，欢迎。是，来，再来是咱的创作歌手，咱的阿宝许怀照。传统歌手也是泉州电视台唱歌表输赢头一年度总冠军，欢迎。那么在咧比赛开始之前呢，特别感谢咱中国民生银行泉州分行的大力支持，感谢卫视酒队，感谢宜家中式的支持。是。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一轮初赛，比赛规则是第一轮。每场6名选手以抽考为式，演唱一遍歌，由评委拍分，得分最3位暂时晋级，后3位台定。首先要入场的就是7号选手，咱先来看伊的 VCR。大家好，我叫洪珊珊，我是乌兰人，前我是伫乌兰一间拉人公司内面咧做一点仔策划工作的。简单就是阮阵圣诞节咯，阮阵是劳动节咯，阮阵是过年咯，是做点仔从小活动。是说我是专业吧，是舞蹈。好我是说我把代表什么定的去比赛舞蹈什么办。我差不多都会嘛，是民族舞也是会。即个什么即个韩国舞啊，只不过我这太肥咯，嘛跳来看。其实早就想要去比赛，只是无勇气啊，无这勇气，因为我毋捌去一些比赛，因为咱比赛舞蹈这是群舞嘛，一群的做人咯。反正就是规寡你较有做担嘛，是说咱个人的，若是感觉会行起会较会担嘛尔。我是毋爱去，阮妈妈在。说，互我利用安尼啦。心情毋是真轻松，毋是轻松，只不过我感觉还阁是紧张安尼。7号选手洪珊珊参赛的歌曲是《惜别的海话》。为着关心，袂当来完成迄段永远难忘的恋情。孤单来。
惜你的海岸，情潮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有声，像不平静的心情，离别的情景浮在眼前。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自然定。平静的海有声，像不平静的心情，离别的情景浮在眼前。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自然定。来快点回走，90.60分，91分，90.50分，红珊珊平均分数是90.7分。好，谢谢。谢谢。来，马上迎接下一位8号选手，咱来看伊的。 VCR。大家好，我来自青茂，我是青茂人，我现读于泉州培安中学，我是高二年的学生。这是个南面的特色学堂，伊让我带了也侪快乐。我有往伫一个基础当中，我个人学习，一来人强过我的一个南面，二来我讲也好势学习。因为毕竟讲南面毋是，咱阮这个年龄人是无啥人去介意。但我感觉说，作为我这年龄无，我个也应该着去保护这个南面这个物件。我的住，我的走线住，你蛮好，好起来呢。就刚才我们说的嘛，就是说，家如果说摆一个 pose， 乱一点嘛，就是说比较像一个平常的班级嘛，不会很拘谨嘛，这样子。大声的喊2声嘛，对了。我喊江南，然后大家接下去江南加油，开始哦。好，1、2、3，准备，江南加油！知道他这一次参加比赛，刚开始哈，因为我作为他班主任，我也挺担心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高2年呢，那马上就要拼高3了。那不过呢，我是觉得人嘛哈，青春就这么几年，能有机会去参加这种比赛，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 8号选手伫江南参赛关键是送行。长山风吹沉重，心烦意乱要出航。无情的灵魂，是我感情的手动。孤单送行的人，看着心事目可红。要走的人是啥人？ 对阮的爱是永远，偏偏予你无伴。对阮的爱不愿放，是你对阮的愿望。爱到天边的怨叹，抱着青春将阮送。孤单送行的人，唔通伤心，准要入港。 对阮的爱是永远，偏偏予你无伴。对阮的爱不愿放，是你对阮的愿望。爱到天边的怨叹，抱着青春将阮送。孤单送行的人，唔通伤心，准要入港。 谢谢。
看到这个江南感觉是吼，也笑了。是，开始牙笑了。我希望我这身的温暖，跟我歌声的温暖，送给全场的各位观众、评委老师。牙老师会哦。来，分数出来了。江南的分数90.60分，91.10分，90.40分。哎，第一江南的平均分数是90.7分。谢谢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马上维持定位9号选手。来，咱9号选手的 VCR。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部的张卫生，我是伫这边石头厂伫咧工作，搭就是阮的工作现场。我即摆甲大家介绍一个阮想的比较有特色的产品啊，伊这产品的名叫做吉祥啊。阮有5-6个人做，差不多有2-3个月，才有完成这目前啊，佫无完全来完成啊。伊等佫2个水起啊，由汉北屋来组合的。我伫这边厂工作啊几多年哦。13就开始学雕刻了，学几个种啊。有时阵啊野歌，有时阵比较有时间，而且我平时就野水啊，我就野翕啊新歌啊。而且即摆有这机会通参加比赛，我也野欢喜啊。而且野是一事，毋是上重要，我还佫继续坚持我的兴趣。9号选手维持演唱的歌曲是一路行来。细汉时，人拢笑我戆头戆面。出头天，不甲亲像海角天边。平常时，学咱唱歌一句一字，彼当时，不知人生爱做自己。一路行来，总是有苦有甜。你是我的王理由，我感谢你。世界流浪现象走天涯，你做我的粉丝，上天的安排我拢欢喜。一路行来，总是有喜有悲。你是我的王理由，我感谢你。地球连声八卦保庇我，想出你的心情。一路行来，为你唱歌念歌词。一路行来，为你唱歌念歌词。来90.50分，91.20分，90.70分，张维清。平均分数是90.8分。好，谢谢。马上要迎接的就是咱的老朋友10号选手蔡玲。大家好，我是晋江东街蔡玲，大家应该对我较熟悉吧？我是参加新一年度的头一期的唱歌拼输赢，拼到决赛败下阵来。当日的天光，彩排时阵是感觉说已经发挥啊正常，感觉说发挥袂歹，就靠家己的声音送出来。倒去倒了，日到了，阮妈互我炖做参汤，伊老兄袂晓哩，炖做参汤互我啉，啉者喉真爽的，声音放袂得出来暗暝，因为这点的原因，所以才发挥无着家己最近发挥出来。即摆政敌是有影，是比经济较侪当年是来比赛，当年是对家有信心咯，反正就是力求完美，然后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完全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10号选手蔡玲参赛歌曲是中出江湖。临来的日子已经过去，心爱的你着体谅。黑暗的是非翻飞世界，叫我好气好强。是我个性太倔强，也是社会黑白反常。一
个声音叫着我，叫着我，中出江湖，唔通阻挡我的路。我袂搁再认命，袂搁再让步，中出江湖，已经斩断阮的退路。无论偌多风雨，用生命拼前途。中出江湖，唔通阻挡我的路。我袂搁再认命，袂搁再让步。中出江湖。已经斩断阮的退路，无论有偌多风雨，用生命拼前途。咱来看分数：90.80分、91.50分、90.50分。蔡玲朋友分数是90.93分。哦，谢谢评委老师。好，谢谢。马上要迎接的是蔡玲的老乡，也是来上款来自金刚当街的一位选手，咱来看伊的 VCR。大家好，我是来自泉州晋江的柯宏如，现在在泉州医高专鹿港区在读护理专业。护理这个专业无来说，对咱这个社会这阵时会就业率会较高，工作会较好找。阮学堂有一个闽南音乐交流协会，迄是我甲阮一个同学3个一直创办的一个协会嘛。这个协会内底，阮有就是说，跩会员会做一个唱歌，研究跩闽南歌的跩唱法度，或者是跩歌曲要怎啊唱咯。然后阮协会也会经常举办跩唱歌活动咯，所以说对阮学堂的时阵，唱闽南歌的机会、甲表演的机会，也算是够多。我感觉这个月来参加比赛，我看到跩选手大家都厉害，但是我就感觉，还是感觉迄句话是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11号选手参赛歌曲是《走马灯的爱情》。像是走马灯，你在后面，阮在前。等无人，慢慢变空。离开你，阮不愿，只是月路创伫人。等待甲无望，迷茫变绝望。为何阮的暗线会来三边牵？情难断，已经伤害爱的人，一场走马灯的爱情。等无人，慢变空。离开你，阮不愿，只是月路创伫人。好，现在来看卖红队的分数，来90.50分、90.80分、90.30分。来，伊的平均分数是90.53分。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团队丁清哲。可能有北部人可能有点我变做丁清哲，是我真正来叫丁清哲，因为我行海选所冇继续家己学一个名去报海选，是我感觉是假的。实在是我为一份赌，这个餐厅
中午的时阵1点半到2点，阮的人客人也做。那么2点过后哩，阮就是熟练休息时间咯。那么伫空位的时阵，我就会去听歌，学一寡咱闽南歌咯。闽南歌直以来我也是喜欢的，但是伊水呢是用来我一个口齿来调着我，所以凭家己种兴趣来学一个歌，来唱一个歌。所以感谢一个唱歌饼师啊，一个甲阮搭做一种平台，甲阮在平面的在老百姓有机会通上舞台来做一个来唱歌来比赛。12号选手金锁参赛歌曲是《素相机》。错恋你，将心事藏心内，无人知，思慕真无奈。暗恋你，期待有你的爱，偏偏阮的心事你袂了解。想要讲袂出来，想要爱，搁惊失败，爱着你，无解也无药通医。思啊思相依，伴也伴相随，你甘愿意对阮流浪到海角天边？思啊思相依。放袂离，问你阮的勇气，敢会当解阮的相思？思啊思相依，伴也伴相随，你甘愿意对阮流浪到海角天边？思啊思相依，情啊放袂离。问你阮的勇气，敢会当解阮的相思？来看你的分数哈，90.30分，90.60分，90.40分。来，顶金锁的平均分数是90.43分。好。欢迎咱今仔头一轮的所有的选手进场，因为伫咧头一轮里，咱也想要来了解一摆评委老师看了，唔知有啥物款的这个感想呢？小东，珊珊这里出来的有大将之风呐，唱歌有春花秋月的感觉，芳甲明，但是有淡薄仔紧张去吼，所以观音又要走袂使去了吼，爱多加训练一下，你有机会。今晚来看蔡玲吼，中出江湖，有偶像的特质啦。属于舞台的查甫囡仔吼，唱了也好，但是杀气无够咧，较杀一个啊，会更较好。而且呢，爱较认真的哦。祝你成功，感谢。最后这个也是学生，学生的唱闽南语唱也算不错。中低音嘅袂歹，是高音区呢就气息支持较无好势，所以今后从气息下降气息是唱歌的生命线。黄如他唱的还很自然但是其实是以位置给你熬咧较多，就唱唔通给你熬咧，所以你的位置要改变。唔通唱了熬咧，熬出来也食力，佫袂轻快，所以主要缺点就好。搞好选手卫生我感觉伊咧唱歌就是有一点仔问题咱唱歌咱咧拍弹球了无？你球弹出去6度，6手大点反弹来，固定会真疼。所以你要注意你这个到高音这个转折点的迄个要怎啊唱出来，然后要怎啊收了这个，无迄音准经常会走抓去。金锁是，我是你唱这个思乡这种歌本身，伊会比较无奈的，然后比较失望的歌曲，你的这个对歌词的理解，这感情你着用来什么体会才个认真来唱出来。注意一下，咱加强你的这个唱功者，你气息基本上计无基撑伫这个歌的内底，所以音准佮无法当去把握。好，加油！来，咱来看这个环节吼，到底有多少位选手会当进一个？请看大屏幕，恭喜蔡玲、张维诗、洪珊珊3位暂时晋级。暂时等者刺激了，搁一位田江南，甲这个洪珊珊是3分的，所以其余的选手会再随落场休息者。目前2位选手晋级了，那么搁第3位呢就
第3位选手2位内面来选出1位。对，所以即摆的这个方式就是，每一个人有30秒的时间，亲像见功夫，时间30秒。好，来，按照后尾顺序是珊先来哈，时间。珊选什么歌？选的天在地在。天在地在。好，好势来。天在地在你的心内，只有你的爱。天在地在你的心内，根本无我存在。哪通无消无息无交代，哪通放阮孤单在期待？爱你爱甲这悲哀。好。爱到也悲哀吼，来，再来有请咱的江南才子。江南袂唱歌就悲哀，来，你有30秒的时间。要参加比赛歌曲什么？行棋，来，加油！人生像一盘棋，盘上做你的记忆，不管要倒位去，完全照你的指示。来生做一盘棋，点点做你的记忆，爱你的心命过爱情事。好，行棋啦。到底多一位选手有望成功的暂时晋级呢？那么这个难度就告诉咱评委老师哦，看你投上爱票，上啊加的2票就有望晋级。小东那票准备投等几号？7号。7号1票。好，7号1票。王宪，我8号。8号1票。哇，1比0。江南哥努力这，谢谢。所以你这票是投等7号。7号。好，恭喜咱的珊。好，谢谢两位，谢谢感谢两位。民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2轮。第2轮，暂时晋级的3位选手，口口为4，演唱一遍歌，由评委拍分，得分最1位直接晋级，后2位台定。首先要参赛是咱的7号选手珊，参赛歌曲是。甘泪跳恰恰。想要抱伊抱甲红红红，唔通抱我抱甲这依然。莫问讲是有人予我失恋，无爱无恨无怨叹。虽然情嘛讨甲这凄惨，虽然甲无搭甲这呢乱，阮嘛犹原惊人情冷暖。阮的双手有你牵，踮在你的身边，才予人知影，是头前做你跳一恰，偏偏我是一个真的袂水的人，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梦轻轻松松，阮甘愿孤单一个人。张卫生，阮毋是故意。繁华都市，亮灯闪闪时，孤一个飘浪在他乡外。惜别的彼当时，约束的日子，今夜露水陪阮等几暝。阮是故意，阮是故意，劝紧叫阮离开你。为什么？为什么？纯情的爱对待你，为何你无勇气来表示？阮是故意，阮是故意，父母叫阮离开你。为什么？为什么？
一场纯情美梦，美梦变成空。阮是无爱，阮是无爱，爸母甲你拢是阮的爱。串联阿嬷的话，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定定拢会予人真难忘。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伫阮的心内，定定拢会想着伊。阿嬷，你今仔伫倒位？阮会叫你，你敢有听着？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你敢有看着？阮会叫你，你知影无？阿嬷，你今仔过了好无？敢有人在甲你照顾？希望后世人阮都会当来予你听，做你永远的孙儿，搁叫你一声妈。这摆是请评委老师小水为咱的7号选手珊珊拍分。来。90.60分，91.20分，90.80分。红珊珊的平均分数是90.87分。好，谢谢。感谢。有请评委老师为咱的9号选手维持定位者。嘿90.70分，90.90分，90.40分。来，维持的分数是90.67分。好，谢谢。来，有请蔡玲，请评委拍分。90.80分，91.40分，90.70分。蔡玲平均分数是90.97分，恭喜。蔡玲，谢谢。今日复赛的时阵继续加油哦。是，两位选手要继续加油哦。是，好，谢谢。谢谢。民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三轮。第三轮，第一轮台顶的3位选手抽考为是演唱一遍歌，由评委拍分，得分最2位暂时晋级，后1位淘汰。江南要演唱的歌曲就是，你讲我要坚持啦，坚持。头前的路，不知我长我呢苦，看袂着，行着一步算一步。雨水若落，已经压淡阮衫裤。一阵风，只是予阮的心境加坚强。成功的背后，不知有偌多苦楚。阮选择的路，一定坚持到成功。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就好命，阮是用命在打拼。不惊失败，慢慢向前行。阮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唱出阮的名。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就好命，阮是用命在打拼。不惊失败，慢慢向前行。阮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唱出阮的名。好红炉算命，想要甲你做阵行，生生世世来作伴。
算咱以后有阻碍，为你改阮费心情，算咱比话有长短，我甘愿为你去改名。丁金锁，痴情无留伊。内雨已经暗，一直徛在路中等爱的人，繁华都市的梦，过去两人的厅堂，今夜梦醒变空。为情，为爱，千千万万年以后犹原同款。陪你我心甘情愿，听你无分无怨叹。过了今夜以后，只剩我一人，痴情。无药可医，为何天地这大偏偏选你？痴情的我找无伴，找无你可换，从今以后心灵比冰山较寒。偏偏选你，痴情的我找无伴，找无你可换，从今以后心灵比冰山较寒。请评委老师为8号选手田江南拍分90.70分、90.90分、90.90分。田江南的平均分数是90.83分。好，谢谢。来，有请咱的11号选手11号选手洪儒，请评委为洪儒来拍分90.50分、90.60分、90.50分。来，洪儒的分数是90.53分。有请评委为咱的金色来拍分90.60分、90.40分、90.60分。丁金锁的平均分数是90.53分。所以暂时晋级的2位选手是田江南、金色跟洪儒2个是3分呢。江南先落地休息者。来，江南你先休困吼。按照后边摆顺序来，1号先来洪儒。来，1号洪儒。请唱的曲目是转来阮身边讲会的。30秒时间。来。一呼叫着伊的名，你看着伊的相片，伫你夜夜梦伊转来阮身边，敢讲阮的心情伊拢无听见，为何犹原越头做起？感谢咱美丽的白衣天使吼。来，金色，准备要参赛。叫阮的名。叫阮的名。30秒时间，请。叫阮的名，阮用一生斟酌听。当初细汉袂有，予你了解，你是阮的生命。叫阮的名，阮需要你来作伴。人生的路途，阮爱你，看阮行。
哦，请问老师，您多久选手可以进去就报伊的这个号码了哈？好小水、小东、 12号、红线、 11號、 11號、 12號， 12號，恭喜金色。好，等下红路，哦看咧这个舞台头，你什么款的感觉啊？頭一擺在參加比較較無經驗吧，所以我是感覺這擺是抱着一個學習的態度來，啊，唔是說要推什麼好成績。學習，而且來謝謝感謝，范小姐，感謝紅爐。你最想好卡唱歌表輸贏，越唱越出名。馬上進入第4輪。第4輪，第2輪台頂的2名選手，甲第3輪暫時晉級的2名選手以抽考組隊 PK， 由評委拍分，得分盤的直接晉級，得分嘅淘汰。哦，所以這兩位就是 A 組。 B 組就是 B 組，啊，咱小水要參加的是咱 A 組的比賽， A 組剛咱們參賽的歌曲是。手中情，感謝你的手，付出的溫柔，做一個手，予我傷甲所有的憂愁。我會用我的人生，答應你的希望甲要求，予你永遠是我上水的新娘。阮度會是日頭甲月亮，無人會當強迫我離開伊身軀，無人會當代替我聽你的心事。無論時間愛偌久，任無苦也甘願受。無論命運變怎樣，我永遠唔放手。願予你為我澹目睭，我會用我的手，為你阻擋無情的風雨。無人會當強迫我離開伊身軀，無人會當代替我聽你的心事。無論時間來偌久，任無苦也甘願受。無論命運變怎樣，我永遠唔放手。願予你為我澹目睭，我會用我的手，為你阻擋無情的風雨。張衛青酒杯情，一罐酒，兩塊杯，一人飲無半。寂寞的杯中也愈深，心愈痛。人孤單，心悲寒，要出目悲歡。你的人是我生命的一半，這段情我怎樣看會破？同款酒，同地杯，兩人已經散。愛怨的音樂寫刺激我心肝，月的夜，風的聲，寫了戀我。失去你是我永遠的心痛。甘願隨時，不願艱苦啊！撒開哦，撒開哦，甘願隨時，不願艱苦啊！撒開哦，撒開哦。
甘愿随时不愿艰苦啊。请评委为8号选手江南拍分90.70分、90.80分、90.80分。来，丁江南平均分数是90.77分。好，90.77分，谢谢。来，咱的卫星吼，请评委为咱的卫星来定位。90.80分、90.90分、90.70分，来张卫星演唱是90.80分。谢谢老师。所以今天的是就是咱的张卫星，谢谢。我感觉伫大个，我就咱的想，任何我在一本书上就看见一句话，就说任何失败，只要不死。都只能算擦伤，所以说我这只是小小的擦伤，小小的擦伤。而且咱红色错的鼓者搁下来，好些无？来，马上要迎接的是咱 B 组的 PK 赛，马上要欢迎的是咱的珊珊参赛歌曲是心爱的卖走。心爱的唔通惊，心爱的免好虽然外面风雨这么大，咱的情。恨已经到岁红，有命的无情也看透。声声句句你莫走，犹原也是袂当将你留。怨叹命运。恨天已经无效，多情的予你甘心，为咱双人伫好，动情离咱。声声句句你莫走，犹原也是袂当将你留。怨叹命运怨恨天已经无效，多情的予你甘心。伫咧好，动情离咱的爱，袂当到老。你做 PK 选手丁金锁，今仔日。天色袂光，阮着守点你窗外。暗淡的光线透出你的影，看你将胭脂轻轻摕来抹，看着你穿着白色的新娘衫。今仔日透早想要对心肝，为何阮来这呢无卡纸？爱你像生命，无你有影疼，怎堪看你甲别人过生活？阮叫一声心爱你的名，你敢搁会转来做阮的心肝？心爱你的名，你敢搁
搁会转来做阮的心肝。首先，请评委老师为7号选手洪珊珊拍分，90.80分，90.80分，90.80分。来，珊珊的平均分数是90.80分。请评委为金锁来拍分，90.70分，90.60分，90.50分。林金锁的平均分数是90.6分。所以，伫咧这轮晋级的就是咱的，恭喜珊珊，那么感谢金锁，感谢金锁，谢谢，恭喜3位成功的进入复赛，希望恁伫咧复赛的时阵继续加油，啊，希望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参加投票，922加上选手的编号，你认为倒一位是个冠军，可以发送到10628882。是，感谢大家，再会，今天节目就到这啦喽，拜拜，再见。